在座各位常住、各位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今天讲一个公案给你们听。在人世间呢，你念一句佛号，或许旁人不觉得你有什么太多的变化，你身上有光啊，脚踏莲花呀，这些都是佛讲的话呀。只要你念佛，就有这种瑞相。但是我们一般凡夫众生，我们是肉眼啊。凡夫的眼睛，我们看不到另外一个层次。但是今天我要跟各位报告念佛的重要。念佛一生呢，在阴间地府就出现这个光明。在民国初年呢，有一位地贤老法师啊，很有名气，非常有德行。他负责关中事，他是住持。他门下呢有一位出家人，名字叫做智成法师，平常非常慳贪，很吝啬，又很贪钱。多年来啊，他存了银两有好几枚啊，他非常的珍惜，非常的重视，早晚都带在身边，从来都不离开的。因为有这一种贪念，所以影响到他参禅用功。有一天他生病了，就被地府的鬼差抓去了。两个小鬼就逼着他到阎王的前殿，然后搬银两到后殿的库房，这样搬了半天呢，他累了就坐下来休息。智成法师呢，因为在世的时候贪心未了啊，所以耽误用功。现在这个时候人已经死了，有银两也没有作用啊，所以他非常的后悔啊，很惭愧。对于被逼迫来搬银两的这件事情呢，他没有心去好好认真的去做。没有多久，这两个小鬼来了，就看到智成法师搬银两的工作还没有完成，非常的生气啊。突然间，他就用膝盖的前头撞他。智成法师感觉非常的疼痛啊，他马上就叫出一句阿弥陀佛，这样顿时整个阴曹地府呢，全部都现出金光啊，惊动了阎罗王，就询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后来才知道，是因为两个小鬼偷懒，知道说智成法师因为贪求银两啊，就被抓来做劳役啊。阎王就责备他们，这个两个小鬼就将智成法师放回阳间。智成法师在世的时候死去了半天呢，现在又还阳了，就详细说他在阴曹地府的整个过程，知道说我心里因为惦念着银两所耽误我的功课，于是呢，从今之后就发心精进的念佛，痛改前非呀。最后因为念佛，他修得圆满，很有成就。有这个公案呢，我们深深体会到，在人世间你念佛，或许你不觉得它可贵啊，但是在阴间地府能够念出一句阿弥陀佛，你知道吗？惊天动地，山摇地动啊！所有阎罗王里面的官员都非常的惊动害怕。所以你看这一句名号的功德威力是多么的殊胜呢？所以平常如果我们把念佛的种子种得很深，种得很牢固，不管你在忙碌的时候或在清闲的时候，你不能忘记要往生西方。你很快乐的时候或者很悲伤的时候，你也不能忘记要一心的念佛。如果你随时随地念念不忘，把念佛的种子念得很深，念得很坚定，各位，那你不管处在任何环境当中，自然佛号就从你的内心念出来了，那就是对你最好的保障。我们念佛，你身上有光，你的口中会放光，而且有25尊的菩萨在身边，随时如影保护你，照顾着你。还有百重、千重、万重的龙天护法都在旁边疼爱着你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，念佛对我们众生有这么殊胜的利益，我们千万不能忽略，不能忘记。这一点呢，我们利用这样一个因缘，把这个公案呢给大家来分享。希望每一个人看到智成法师的遭遇，我们不要再贪恋外在这些虚假的东西，我们就一心投向阿弥陀佛的名号，得到阿弥陀佛慈悲名号的救度。从今之后，我们不要再沉沦了，不要再六道轮回了，不要在生死苦海当中一直折磨，我们就有机会跳脱，发愿到西方，自然你就会成就道业。一旦到了西方，你一定成佛的。
这是佛给我们众生承诺的，所以我们不要错失了这样一个大好的因缘。大家认真的念佛，我们西方成就。感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